juic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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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icy。有冇秘訣可以令到低脂扒類煮到好 juicy？唔要高技巧喎。今日就會俾答案啦。當一嚿肉開始結冰嗰陣時咧，咁其實佢肉質咧就開始會掙扎，就會受壓力，跟住啲水分咧就會 group 埋一齊。當佢解冰嗰陣時咧，咁其實嗰個肉咧已經係有少少傷害咗啦，同埋啲水咧就會流出嚟，容易咁樣去流出嚟。豬扒通常係瘦豬嚟嘅，其實咧脂肪嚟講咧，佢可能喺個邊位咧先至會有脂肪，所以煮佢嗰陣時咧係好容易令到佢變成乾柴。咁有咩辦法咧？第一，可以醃佢啦，可以令到啲纖維咧軟滑啲。如果想令到佢肉質腍啲嘅話咧，其實最勁嗰樣嘢咧就係生果嘅酵素，尤其是可能木瓜啊或者新鮮嘅菠蘿。咁 of course 用生果嘅酵素咧，梗係會放啲生果嘅味道喺個肉裏面啦。用梳打粉去揦啲肉咧，都係一個好常見嘅方式。但係我哋一講揦啲肉嗰陣時咧，其實我哋會加咗啲唔同嘅味道啦。同埋我哋會攞走啲唔同嘅肉質嘅 body， 應該係咁講。所以其實嗰個肉質嘅 structure 咧，如果用酵素同埋梳打粉咧，佢係攞走緊少少肉質嘅原本嘅質感同埋味道咯。Make sense? Make sense。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，有酒啦，咁酒其實係會帶酸，維他命 C 亦都會帶酸，咁其實有時會 OK， 但係如果想食原汁原味嘅豬扒嘅話咧，咁係可以用第二樣嘢嘅。今次介紹個秘密武器就係 Exotica Umami， 花名 XM， 傳統來自古羅馬嘅貴寶，而家現代就有得用啦。秘密喺邊呢？其實係 science， 因為 XM 係包含氨基酸 amino acids 同埋多肽 peptides， 佢做到3樣嘢。第一，提鮮，佢會令到材料嘅原味提升咗。第二，佢會幫啲肉補充水分，令到啲扒 juicy 啲。第三，佢會令到肉嘅纖維放鬆一下，令到個肉質嫩滑啲啲。只需要用2成 XM 8成水嘅比例，同埋啲急凍豬扒同埋牛扒分開嚟醃過嘢。健康嚟講，草飼牛係最少脂肪，而因為佢健康啲就會 tough 啲，最適合利用佢去獻出 XM 嘅效能。如果豬扒或者牛扒已經解咗凍，你可以用隻叉去吉幾個窿，再用翻20-80嘅比例去醃佢，想個牛肉提鮮15分鐘就夠，補翻水分同埋放鬆啲纖維，需要最少4個鐘，或者醃過嘢都冇問題㗎。點樣可以煮一個好 juicy 嘅豬扒係最多人問我嘅問題。煎豬扒都有佢嘅秘訣嘅。第一樣嘢就係個鑊凍嗰陣時咧，就落啲咁多油，先至開。開嗰陣時咧就冇開太大火，開中火。如果要想去 develop 一個好靚嘅邊嘅話咧，有啲 caramelization， 有啲焦糖化嘅，咁其實用中火係最好嘅。啲豬扒咧就用 XM 醃完啦，跟住咧就要 make sure 吸一吸啲水分，咁個面咧就會煎得靚啲啦。好，煎嗰時咧離開，咁樣離開你係會最好。記住我落咗嗰塊先，跟住呢個咧就係第2塊。咁就盡量唔使喐佢㗎喇，慢慢俾啲時間去煮到入個心。如果你見到太快太勁嘅話咧，咁你其實你可以收慢呢個火，自己去搞一搞個火。咁好多時咧，我哋都會有呢啲咁嘅蛋白質就會出嚟嘅。如果有筷子嘅話咧，你就可以夾走佢。
咁好多人以為如果煎扒啊、煎豬扒、雞扒、牛扒咧，用好大火就會鎖咗啲水分嘅。其實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嘅。其實水分係鎖唔到，但係要想保持水分咧，咁第一要令到肉質咧係可以吸收翻啲水分啦。第二咧就係煮嘅過程咧，唔好煮得太耐，咁啲水分咧就唔會流晒出嚟啦。咁哇，可以有一塊咁靚嘅豬扒 ，come on！ 哇 ，look at that， 超靚！哇，好香！嗰啲 XM 嗰個味道咧，一掂到個 pan 嗰陣時咧，哇 ，umami， 好有肉質嘅味道。哇 ，look at that！ 其實切落去嗰下咧，都好軟滑。咬落去 juicy， 肉嘅味道咧就提升咗。So good， 停唔到口。牛扒咧係另外一件事，個 pan 要熱，跟住咧吸走晒啲水分，跟住個牛扒上面咧就加一層油，放落去嗰陣時咧就慢慢放喺中間，跟住咧上面嗰層咧就倒啲咁多油喺上邊。搽一搽佢，同大家分享呢個原汁原味咧。咁我就乜都唔加，我唔加其他嘅材料落去，因為其實我想同大家去分享，淨係用 XM 呢個材料咧，係可以令到嗰個肉質咧係變好。煎扒嗰陣時就可以反嘅，但係如果你想八卦嘅話咧，每次反咧都其實嗰個焦糖化嗰種效率咧就冇咁高嘅。哇！你睇下幾靚個 crust， 哇 beautiful 嗰個味道 ，so good，so good，so good。跟住咧，我就會放落我個木板上面啦。俾佢唞一唞2-3分鐘，跟住可以切嚟食㗎啦。就算煮熟啲都好，有 XM 嘅幫助，補充水分，塊扒就會 keep 住 juicy。哦，嗱，呢個就係草字澳洲牛，一粒谷字都冇食過，通常好 tough 嘅，而家爆汁，超級 juicy， 哇！咬落去有彈性，但係咧唔係鞋咯。最緊要呢樣嘢啊嘛，即係平時食啲健康啲嘅草字牛咧，都好 tough 噶嘛。而家食咧就另外一個境界。牛油都唔需要啊，就咁食夠晒味道。最緊要係 juicy， 哇 ，so good。呢個貴寶令到啲健康肉咁好食，係大家可以日常用嘅秘密武器。大家係咪好想試呢？跟住以下嘅連結就可以買嚟煮啲好 juicy 嘅扒啦。